胃癌甲大肠癌膜拢是咱国人十大癌症。台大病院今仔发表全球头一个当做伙检查胃癌甲大肠癌的体检。伫过去12档午，伫中华都进行大规模社区的体检，嘛证明讲会当来降低胃癌的发生率，佮大肠癌的死亡率。 50岁以上民众每2年会免费接受粪便检血检查，较早找出大肠癌患者。不过，台大病院上新的研究发现，那另外各做幽门杆菌粪便抗原检查，都已找出胃癌高风险族群，较早介入治疗。这是全球首创新型结合1胃癌甲大肠癌整合体检模式。 胃癌的筛检跟防治，基本上它是一个预防的措施。那世界上并没有把2个结合在一起做筛检，在社区做筛检的运用没有。那这是世界第一例。 研究团队表示，幽门螺旋杆菌是胃癌甲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原因。不过，因为初期症状不明显，促使治疗延期。 社会自2012年开始，经由国建署甲中华县51间医疗院所共同合作进行社区大型体检计划，差不多有15万人参加。结果发现，当时参加结合1体检的民众，胃癌发生率降低32%，大肠癌死亡率是降低28%。执行起来，民众也觉得很方便。那后续进入到肠胃科那边的 确诊跟治疗，整个架构也都建得很好。明年度我们也会再扩大我们的这个胃幽门杆菌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服务。那未来希望能够在各个县市，那有机会也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民众。研究团队指出，传统胃癌拢靠胃镜检查，无法度发现幽门杆菌，也无法度让患者接受多菌的治疗。那用结合1检查，应提悬体检效率，降低医疗津贴甲医疗成本。 国建署也强调，这项结合1体检示范计划，明年会扩大到各县市，鼓励民众拢来受检，较早发现、较早治疗，应有效降低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